台湾每一年爱靠洗油脂来维持生命的人高达8万人，有袂少人想要换油脂，但是家己的血型无相同。花莲有一对母仔囝，查囝才21岁就洗油脂洗4年咯。妈妈想要挂一粒油脂给查囝，但是查囝 A 型，妈妈 AB 型。到这病院突破着血型无同的难题，顺利将妈妈的油脂过予查囝。少年真欢喜，甲妈妈揽咧。4当前，少年的油脂发生状况，需要长期洗肾。伊想要换肾，但是台北的病院拢讲做袂到，因为两个人虽然是直系的血亲，但是血型无同。少年是 A 型，妈妈是 AB 型。所以医生告诉我说可以不同学习，然后我听了非常高兴。总算等到机会啊！伫花莲的病院当道，妈妈生日即天完成手术。妈妈若是将伊生落来，即马佫为着伊管出家己的油脂，少年摆脱慢性油脂衰竭的威胁。腹腔镜取肾手术，所以相较于过去传统，病人可能身上会有一道将近20到25公分长的伤口，目前只要缩短到4指幅的伤口。随着医疗科技的进步，即马已经会当突破血型无同的这项关卡。不过，必须要伫手术前做好准备，好用抗白体药物或者血浆内面的抗体移除，而且避免性抗体产生。当抗体降到安全范围内，就会当进行手术。这嘛是东部地区第一件成功的案例。虽然只有限伫活体医师，但是已经有了新的突破，互需要换肾的民众更较侪治疗的机会。